现代第一版圣经列王记上卷第17章，住伫基列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讲：我记我所服侍应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咒詛。这几年我若无祈求，就无露水，嘛袂落雨。上主的话临到以利亚讲：你着离开遮，我对东边去，米点约旦河的东势，基立溪边。你要啉迄条溪的水，我已经命令乌鸦伫遐攻击你。伊就照上主的话去踮伫约旦东势的基立溪。逐日的早起时，甲日落的时，乌鸦拢带饼甲肉来互伊，以啉溪里的水。后来溪水干，因为迄个地方无落雨。上主的话临到以利亚讲：起来，去西顿的撒勒法，住踮遐。我已经命令迄所在一个官夫攻击你。伊就起来去撒勒法，到城门的时，拄好有一个官夫伫遐伫抾茶。以利亚就叫伊讲：请用器具舀淡薄仔水互我啉。伊去舀水的时，以利亚搁叫伊讲：请顺手摕淡薄饼来互我。妇人人讲：我记永活的上主，你的上帝咒詛，我连一块饼都无，桶仔内只有一杯仔面粉，饭内嘛只有一屑仔油。你看，我抾这2支茶，要倒去为着我甲我的囝做饼，阮食了就要等死。以利亚甲伊讲：免惊，你去，照你所讲的去做。毋过大声做一块细块饼互我，然后为着你甲你的囝做饼。因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桶内的面粉袂减少，饭内的油用袂了，直到上主落雨迄日。妇人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做。以利亚、妇人人甲伊厝内的人食真侪日，拄照上主通过以利亚所讲的，桶内的面粉无了，饭内的油无减。这个代志了后，迄家的女主人的囝破病，病甲真伤重，煞断气。妇人人甲以利亚讲：上帝中央的人啊，我甲你有啥物关系？你来我遮，煞互上帝想起我的罪，害我的囝死。以利亚甲伊讲：将你的囝交互我。以利亚对妇人人的行程，甲囡仔抱去，带去楼顶伊的房间，下伫伊家己的眠床。伊求叫上主讲：上主我的上帝啊，我住伫即个官夫的厝，你若要降灾祸互伊，害死伊的囝。以利亚就拍伫囡仔的身躯3遍，祈求上主讲：上主我的上帝啊，求你互即个囡仔回魂。上主听以利亚的祈祷，互囡仔回魂，搁活起来。以利亚就抱迄个囡仔对楼顶落来，入去厝内交互囡仔的老母。以利亚讲：你看，你的囝活啦。妇人人对以利亚讲：当我知你是上帝中央的人，上主通过你所讲的话，拢是真实。